如果萬一發生交通事故，第一時間應該打咩電話呢？好多新手司機出咗事故後非常之慌張，唔知道第一時間應該點樣做，煩死了！今日我就教大家如何應對，建議點讚、收藏、加個關注先嚟。第一，如果有人員傷亡，一定要先打120，畢竟人命關天，而且人員嘅傷亡情況直接影響到事故後嘅責任劃分同責任判斷嘅。第二，如果冇人員傷亡，但係車輛受損難以移動，首先放置三角警示牌，然後撤離事故現場，到達一個安全嘅環境，你先再撥打122等交警叔叔過嚟處理就可以啦。當然，萬一對方情緒激動，想同你 battle 一下喎，咁我個人建議都係翻車上，關好門窗，等警察叔叔過嚟再處理啦。第三，如果冇人員傷亡，車損亦都唔係好嚴重，可以先攞出手機對事故現場進行拍照，再將車開到唔影響交通嘅地方，然後再撥打保險公司嘅電話進行處理。呢度有各個保險公司嘅電話，大家可以截圖保存一下。所以遇到事故千祈就唔好慌張喎，越慌就越亂啊！唔知大家係學識未呢？